相信大部分睇呢條片嘅人都已經係全民造星6嘅落選者，大部分參賽者落選嘅原因就係因為3月18日臨時修改賽制，令到本來參賽者可以自由選擇歌曲，變成參賽者只可以唱大會安排嘅歌曲17首裏隨機一首歌，導致大量參賽者因為唔熟悉大會安排嘅歌曲而落敗，口口聲聲話唱歌都係比賽之一，但係唱歌竟然唔俾參賽者選擇自己最熟悉嘅歌，發揮自己最好一面，相反就係希望參賽者暴露自己弱點，唱自己最唔熟悉嘅歌，用最差嘅表現。根本諗過個比賽方式嘅人真係連唱歌係乜嘢都唔知，每個人音域又唔同，強迫每個人唱同一樣嘅歌，害我呢啲本身就高音嘅人要高一個八度去唱你呢啲咁低音嘅歌曲，然後又要責怪參賽者唱得咁差，又唔諗下係你哋真係好黑心無良嘅賽制，害到參賽者唔可以發揮自己所長，推人哋去死路，係因為你哋根本就9唔搭8，連自己想選乜嘢都唔知。依家係選歌手定係選舞蹈員？如果你話你只係選舞蹈員，就唔使我哋啲唱歌嘅人去全民造星6，就係以為你哋終於願意俾唱歌好嘅人一條路，點知你哋都係只想選五音不全淨係識跳舞嘅人入選，淨係選高大靚仔，然後又唔識唱歌唔識跳舞，你哋係選美定係選音樂人？歌手定義又冇，害到真係有心唱歌嘅參賽者都係只可以被你哋賽制玩弄，基本上今次輸咗下次都係輸，根本就係輸在外形樣貌，下次參加都唔會有機會俾你入選。你哋呢個全民造星比賽真係浪費咗好多真係用心唱歌嗰啲參賽者時間。香港樂壇以前之所以好，都係因為以前啲歌手真係以唱歌為主，依家就俾你哋全民造星嘅標準搞到歌手嘅定義不倫不類，要唔識跳舞嘅人去跳舞出醜，以前 MC 都係唔識跳舞淨係識唱歌嘅人先係當今香港樂壇最需要嘅人，而且我睇見你哋對其他跳舞好嘅人，人哋生得細粒，你哋都係唔會俾人哋入選，只係要啲得個樣高大靚仔。你哋個節目名應該叫全民選美，唔係全民造星。見到參賽者唔係高大靚仔就將參賽者放棄，叫人哋下年再來過。講真心，你哋只係俾個假希望參賽者，如果你哋係會俾機會人嘅，依家全民造星6根本就係一個機會，你哋就係唔會俾機會人，見人哋唔係靚仔就踢人哋走，咁樣你哋選出來嘅冠軍都冇可能服眾。你哋今日唔俾機會有實力嘅人，日後就唔好話點解香港樂壇冇人唱到歌，因為唱到歌嘅人都俾你哋 ViuTV 全民造星踢走晒，你哋淨係要樣唔要實力才華嘅人，係你哋令到香港樂壇變成全世界唱歌最唔掂嘅地方。你哋呢班人所謂嘅實力就係靠外表呃飯食，人哋話你哋全民造星選出來嘅人唱歌差都係事實，你哋害死香港樂壇都係事實。我作為一個參加過本年全民造星6嘅參賽者，唔通我會呃其他同我一樣參加過全民造星嘅人，又或者係睇你哋全民造星嘅觀眾們咩？鏡頭前就扮到好想俾機會為夢想奮鬥嘅人，鏡頭後就係踢走晒所有為夢想奮鬥嘅人。如果你哋評判真係有良心嘅，你哋個良心應該係每日都責備你哋所做嘅同所想嘅全部都係違反咗你哋鏡頭前扮好人扮會俾機會人嘅正面形象。鏡頭後你哋評判全部都係想睇參賽者點出醜落選，虛偽虛假先係 ViuTV 全民造星對待參賽者嘅態度。有夢想嘅人，現實話俾你哋知道，你哋全部都係可憐人。有夢想嘅人同水魚有乜分別？每次都係換來一個又一個假希望，一世俾人哋水。你哋參加啲乜乜比賽，一世都係掛住夢想2個字做人。
作為參賽者希望成為職業歌手，而作為香港人就係希望加入屬於香港人嘅香港電視台，所以我想成為嘅係 Via TV 歌手，而我聽到就係 Via TV 評判叫參賽者過去隔離台，呢個台唔適合你，香港厭棄自己香港人，大陸比較適合香港人，然後俾你哋厭棄嘅香港人變成大陸人，你哋又想佢好愛香港好愛你哋香港電視台 Via TV 就係因為香港呢個地方對我哋自己人太無情，唔好同我講香港係我哋個家，我哋個家從來冇給過我哋家庭溫暖，只係父母厭棄子女，外表踢我哋出門口，叫我哋唔好返屋企影衰父母。自己就中意唱歌啦，真係自己唱歌都冇俾人聽過，其實都好冇自信。但係你究竟有冇為咗呢樣嘢而爭取過啲咩咧？但係所以嗰陣時我就真係報咗啦。但係佢勇有咩用啫？強係一個變態嘅人嚟嘅。話個參賽者佢好辛苦，但係拋走咗你哋好衰啊！你哋傷害咗，跟住踎喺地下喊啊！跟住寶姐都喊唔少啦。寶姐喊你都有，我都承認嘅。但係我係 feel 到原來你係好愛班參賽者。我自己啦，肉麻啲講，我愛個節目嘅，我係愛我哋自己 production 所有兄弟手足嘅咁多年啦。大哥都出咗好多力啊嗰陣，係啊，所以真係好感恩兩位前輩。係觀看，但係我就先講強你做聲有幾黐線。喺度嘅，到你啦。你已經係學到好多嘢咯，即係我唔係觀看，即係無論你係譬如係我夠膽講就係、你見到嘅嘢係遠超於鏡頭見到係好多倍咯，好似殯儀館咁樣。我側邊嗰啲孝子成日喺度，你側邊嗰啲位喺度踎晒喺度喊喎，呢樣嘢做乜嘢啊？咁嗰啲我腦海係咁講，如果台上面都係我自己咪你咪話早啲收工算啦咁樣。全部好似鬼上身咁，因為鬼上身啊佢，無啦啦又喊喎。係，即係我都講過話，其實我係一個無良嘅監製，我唔理究竟大家參賽者有咩感受，我就要佢哋好慘，佢哋喊餐死，我想淨係做個節目觀眾睇。喊得最死去活來，喊得次數最多嘅。佢又真係佢都多㗎，你係多㗎。你幾幕都係要抬去急症室㗎。我哋今次就係要同大家講全民造星6報名，我哋大約仲有幾多日啊？8號截止。哇，其實即係一個禮拜唔夠啦喎。係啊，好戥大家擔心啊！如果而家未報名嘅人。係。